今日帶大家嚟睇下新地西沙地標海岸住宅項目 Sierra Sea。我哋今日咧會睇 total 4個單位嘅，包括1房、2房、3房，仲有一個精裝嘅單位。Let's go！ 首先，我哋睇下呢個1房單位，實用面積係301尺，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仲有22尺嘅露台，樓底有3.325米，好高喎！單位嘅設計特色係採用可持續跨代設計元素，走廊夠闊，門關可以因應需求去改動睡房同埋浴室門嘅大細。淋浴間有扶手，地板係防滑嘅，安全又貼心。今次亦加入咗智能家居，有智慧中心可以用嚟控制燈、冷氣、窗簾，仲有其他智能家電，夠晒方便啦。跟住等我哋去睇一個2房開放式廚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33尺，仲有27尺嘅露台。設計風格係主打淺綠色加米白色，簡約舒服，啱晒年輕嘅家庭。客飯廳係以長方形嘅設計，空間實用又寬敞，地板用咗淺色抗菌瓷磚，易打理又安全。最後介紹呢個係精裝3房單位，實用面積523尺，配合一個27尺嘅露台，可以飽覽西沙嘅靚海景。露台用咗落地玻璃趟門，採光度十足。特別一提，全屋嘅玻璃係用咗低輻射塗層嘅玻璃，隔熱隔音都冇問題啊！客飯廳呈長方形，容易規劃家居擺設。如果大家都想嚟睇呢個 Sierra Sea 嘅示範單位，就快啲嚟揾我哋啦！如果想睇多啲樓盤資訊咧，歡迎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我哋嘅 YouTube、Facebook、IG。我哋下集見啦！